请问有的人吼会甲大机的雨伞叫做500万，啊，请问这是什么款的原因呢？A. 大机雨伞吼5种的色水 ，B. 大机雨伞吼卖伤贵500万 ，C. 电视广告影响的。你有40秒的时间。是保险的，是保险公司影响的，这广告有拍吗？对不？来听洪兄讲者。有意见，当初迄个广告我拍的。 500万嘞，最劣档是电视广告。好，咱来看一下电视广告影响的对唔对？真正赢500万呐！是来甲加入去。老先刚刚得到4金咯。哇，老先甲，阮这1万咱就赚起来安尼，哎，好，是不是？好，咱的4个解说者，为什么迄个剧情是啥哈？我记敢若一间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嘿，保单啦，保单保单伊的保障有500万。有500万。哦，迄当阵流行啊，哦，啊，所以伊就迄个雨伞就是500万的。对吧？对对。以后人讲迄支雨伞叫做500万，因为伊它这个是象征性嘛，雨伞很大，可以完全保护。是。掠愈看掠愈济。因为迄阵雨伞细机啊，尔通啊看到遮尔啊大机，大家嘛目睭拢金起来。对结果伊是保障啦，500万。哦，是这个意思哦。嘿，啊，咱即马4个保障完了对吧？来，老师解说。啊，差不多啦，就是咱的这个人寿保险公司吼，过去吼，咱拢会感觉讲啊，这保险敢若较无好，敢若无必要吼，较早啦，拢是这种观念。啊，保险公司为着讲要改变这个观念吼，啊，击破头壳，唔知要用什么方法，结果就是用迄当阵有较这个足流行的这个综艺节目吼的主持人去拍广告，啊，就是像拄仔讲的是用迄个100万、300万、500万吼，无共有的较细机，有的较大机的雨伞，啊，上大机就500万，啊，用迄个500万雨伞啊来拍广告，表示讲哦，安尼保障才有够安尼吼，啊，所以路尾就开始流传讲啊，迄就是500万，啊，就表示讲，咱这保险哦嘛唔是遐尼歹，啊，就豆豆这个观念有咧改变，吼，确实是有受广告影响。是。